我的答案是苦情生。哎呦，因为足辛苦的，你知影无？你知影这其实听起来无好听，对对不过我甲你讲，看到你会足感动，因为头前足济，坐伫遐拢是苦伫遐啦，哎呦满是啦。我这边的讲话叫新乐教。哎呦，你我惨，你连讲嘛出来。哎，因为新乐嘛，哦，哎，食人头路就是会社内底嘛，哎就是新乐。辛苦但是吼啦，做甲他教的遐尼忝，所以都新乐教啦。因为我刚刚吼，精生听起来就是可怜，你这个精生，哎，啊，若是讲社畜已经有够惨嘛，对，上惨的最高级就是讲，先讲啥？我甲上严重的，上严重的。嘿就是吼，咩讲吼，咱就吹甲真崩啦，真崩是你这个苦精生，是，因为我听起来精神伤精神啊，伤歹听。是不是？啊，狗就好听哦。嘿，狗至少是一只狗。哦，这新楼其实有两种解说啦，一个就是互人请的员工，嘿另外一个就是咱逐个月领的，迄较早嘛拢叫做新楼。哦，所以咱赚的钱嘛叫做新楼，咱咧赚薪水的人嘛叫做新楼。哦，即马咱调查的结果是，选新楼教的人有差不多58%，哦，选这苦情生哦才42%。